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機械人賽馬研究所，我係機械人。我哋嘅頻道目標係主要提供穩定性嘅貼士同埋所有嘅統計數據。我哋提供嘅所有貼士同埋資訊係完全免費嘅，麻煩大家幫忙按訂閱啦，撳埋隔離嘅鐘仔，咁有新片咧就會馬上通知大家噶啦，咁就係對我哋最大嘅支持啦。第57個賽日，3月26號星期三，沙田嘅全天候賽道，賽事係9場，開跑時間係1845。上戰嘅貼士加提防入圍係22匹，優勢入圍係18匹。路程嘅分佈圖，1000米係第2、第4、第5、第7同埋第9場，1650米係第3、第6同埋第8場，1800米係第1場。提醒返各位馬迷，我哋嘅機械人速遞嘅飛速異動會喺跑馬當日頭場開跑時間前30分鐘上載，大家留意一下。以下呢個環節係上次賽後報告嘅所有統計同埋參考資料。上戰嘅成績簡報：博覽區10倍以上嘅入圍攬馬，第一場跑第2名小王爺17倍，第二場跑第4名武林密碼12倍，第三場跑第4名風繼續吹21倍，第四場跑第1名幸運星球29倍，第五場跑第4名久久為尊25倍，第六場跑第3名事事稱心13倍，第八場跑第4名正氣清驅33倍，第9場跑第3名英勇快車10倍，優勢10倍以上嘅入圍攬馬，第一場跑第3名火焰閃爍13倍，第五場跑第4名久久為尊25倍，第六場跑第2名滿心星10倍，第七場跑第4名平凡騎士19倍，第10場跑第4名包裝旋風59倍。
大家好，我係機械人。我哋嘅頻道有重要嘅更新改進，機械人貼士嘅影片會拆為兩個部分，一個係賽馬貼士部分，一個係賠率貼士部分。機械人貼士原本嘅上載時間係跑馬日嘅前一日晚上10點鐘，會改為排位當日嘅晚上6點鐘。而非佔比同賠率貼士嘅時間會改為賽馬日前一天晚上嘅9點30分。正式推出嘅時間，賽馬貼士係3月31號正式推出，而賠率貼士係4月1號正式推出。詳細嘅情況大家可以睇返呢個圖表，裏面嘅所有資料都會有全面嘅更新狀況。大家可以參考一下，多謝晒大家嘅支持。第一場5班1800米泥地機械人嘅選擇係4號精明選擇標籤為高機，1號金絲勝將，2號大利好運，8號傳承者。呢一場嘅優勢指數馬匹係1、2、4、5、14。第二場5班1200米泥地機械人嘅選擇係9號標之多多標籤為馬膽，7號準確標籤為高機，11號型到爆，4號質素。呢一場嘅優勢指數馬匹係4、6、8、9。第三場4班1650米泥地機械人嘅選擇係1號論文標籤為高機，8號時間寶，2號有派頭，4號長隆區。呢一場嘅優勢指數馬匹係1、2、5、8。第四場5班1200米泥地機械人嘅選擇係5號年年勝利標籤為直播，2號火神神諾標籤為高機，10號南區旺，6號威力勇氣。呢一場嘅優勢指數馬匹係2、5、6、12。第五場4班1200米泥地機械人嘅選擇係4號手錶之星標籤為高機，3號贏得自然標籤為高機，8號御有進區，10號落河。呢一場嘅優勢指數馬匹係3、4、7、12。第六場4班1650米泥地機械人嘅選擇係3號天時明區標籤為高機，6號爆熱標籤為高機，8號波爾多，13號獵境追飛。呢一場嘅優勢指數馬匹係3、5、6、13。第七場4班1200米泥地機械人嘅選擇係2號運來勇士標籤為馬膽，6號星火燎原標籤為高機，11號超越名區，12號五福星標籤為高機。呢一場嘅優勢指數馬匹係2、6、7、11、12。第八場3班1650米泥地機械人嘅選擇係14號聖意標籤為馬膽，13號新意馬標籤為高機，10號堅闖，3號魅力寶區。呢一場嘅優勢指數馬匹係2、6、7、10、12、14。第九場3班1200米泥地機械人嘅選擇係8號得心之魚標籤為高機，6號假面騎士標籤為高機，5號蒸蒸日上，1號升龍區。呢一場嘅優勢指數馬匹係3、5、6、8、10。機械人要提防嘅馬匹係第一場7號豐盛多彩
電腦級別係 B， 機械指數係86，非佔比係8.75。第二場8號旋風飛揚，級別係 B 減，指數係81，優勢係 XY， 佔比係6.24。第三場10號幸運震撼，級別係 C 減，指數係70，佔比係4.57。第四場7號快馬加鞭，級別係 B 減，指數係84，佔比係7.15。第五場12號銀刺勇士，級別係 B 減，指數係83，優勢係 X， 佔比係5.36。第六場1號翠兒威威，級別係 D， 指數係65，佔比係11.37。第七場3號扶搖世勁，級別係 N， 佔比係10.93。第八場12號艾利奧，級別係 B， 指數係82，優勢係2 set， 佔比係6.63。第九場4號龍之輝，級別係 C 減，指數係69，佔比係5.89。以下呢個圖表係今日所有主力馬匹嘅參考資料。以下呢個環節係今日所有非佔比項目嘅參考資料。機械人戰略特別馬膽區第二場9號，第七場2號，第八場14號，第九場8號。精選嘅單棍區第二場7、9，第六場3、6，第七場2、6，第八場13、14。1拖2嘅重心區第二場9拖7、11。第六場3拖6、8，第七場2拖6、11，第八場14拖10、13。1拖3嘅進取區第三場1拖2、4、8，第四場5拖2、6、10，第五場4拖3、8、10，第九場8拖1、5、6。唉，開心嘅時間真係過得快。今日嘅賽馬貼士已經到咗尾聲啦，麻煩大家幫忙訂閱啦，撳埋隔籬嘅鐘仔，咁有新片呢就可以馬上通知你啦。咁就係對我哋嘅最大支持啦。如果未訂閱我哋嘅朋友仔呢，可以喺 YouTube 搜尋裏邊輸入機械人貼士，咁就可以揾到我哋嘅影片噶啦。最後，如果你喜歡我哋嘅影片嘅話，咁麻煩點讚同埋分享俾你嘅馬迷朋友啊！多謝晒大家嘅收睇同埋支持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